现代台语版圣经使徒行传第14章，相款的代志嘛发生伫以哥念。保罗甲巴拿巴入去犹太人的会堂讲道，结果有真侪犹太人甲希腊人来信。毋过，遐毋信的犹太人煽动外邦人，互因厌恶信徒，对因起反感。不过，因两人伫遐待真久，靠主勇敢宣讲，主赐因能力行神迹奇事，证明因所传稳定的信息是真实。城内的群众煞分裂，有的话犹太人，有的话使徒。迄时，外邦人甲犹太人以及因的官长，计谋伤害使徒，要用石头甲因钉。使徒知即个代志，就逃避去路哥尼的罗斯德甲特庇两个城以及周围的地方，伫遐继续传福音。伫罗斯德有一个人软脚不是坐地，对出事就袂行。伊听保罗讲道，保罗注目甲伊看，看见伊有信心，通得到医治。就大声讲，徛起来，徛直直，迄个人就跳起来行。群众看到保罗的所做，就用路哥尼的话大声发：有神明化身做人，降临伫咱中间啦！因称呼巴拿巴做咒师，称保罗做希尼米，因为伊是主讲者。城外有一个咒师庙的祭司。伊牵牛，佮摕花环来到城门口，要甲众人做伙献祭。巴拿巴甲保罗两个使徒听到，就拆破衫，冲入去群众内面，话讲：恁若伫做即款代志，阮嘛是人，甲恁拢共款。我来遮传福音，是要互恁离开虚假的偶像。来归向迄位活我的上帝，伊是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创造主。早前的世代，伊容阮万民行家己的路，不过伊一直有通过所做的好事来显明伊家己，就是对天落雨，互恁照时收成，食米充足。心内欢喜满足。使徒讲这话，才忍忍阻止群众对因献祭。有一寡对比西底的安提阿甲以哥念来的犹太人，煽动群众用石头钉保罗，想讲伊已经死，就甲伊拖出去城外。门徒围我来时，伊徛起来，行入去城内。隔日，伊甲巴拿巴做伙去特庇。保罗甲巴拿巴伫特庇传福音，互真侪人成做门徒。后来，因倒去罗斯德、以哥念甲安提阿，因路坚固门徒的信心，鼓励因持守信仰，佮对因讲：咱着经过真侪苦难，才会当进入上帝国。因两人伫逐个教会选派长老，用敬者祈祷，将因交托互所信的主。因两人经过比西底，来到庞菲利亚。伫别家讲道了后，落去阿代利。对遐坐船倒去安提阿，就是伫遮教会有将因交托伫上帝的恩典，找因出去做现在已经完成的工作。因到安提阿就调集教会的众信徒，将上帝甲因做伙做的一切，以及伊甲外邦人开信仰的门的经过，拢对因报告。后来，因甲众门徒
住一段时间。